基美病院中医部医师黄千玉表示，现在的社会因为压力大，加上女性的心思较幼，容易累积压力，造成肝气郁滞，加上饮食的无正常，爱食烧烤、炸物等，容易出现中医所讲的脾虚、湿热的体质。长期落来，可能会造成经期袂顺、闭经，或者是袂生。因此，透过中医的辨证论治，不但用个治疗女性的多囊性卵巢症候群，而且慢个来做调理。中医一直都是在讲辨证论治的。所谓的辨证论治，就是说，虽然说一样是多囊性卵巢症候群，但是每一个人的病况是不相同的。那因为就这些年来，中医的研究发现，就是有可能是肾虚，也有可能是脾虚，然后痰湿，然后或是血瘀的部分造成了这个多囊性卵巢症候群的症状。那我们就会针对我们辨证出来的症状来用药物来做治疗。那就是说，如果以肾虚的部分的话，我们就像我们台面上的营养火或是菟丝子。那脾虚的部分的话，就是我们会使用利水渗湿的茯苓药。那血瘀的部分的话，可能会补一些血，对之类的，像这样子的治疗方式。那就针对于就是生活习惯的建议的话，就是说，因为其实有一些多囊性卵巢的妇女，她们会伴随着胰岛素阻抗的症状。那胰岛素阻抗这件事情呢，胰岛素其实就是控制我们的一些能量的代谢。那代谢出了问题的话，就比较容易会有肥胖的问题。医师强调，部分的多囊性卵巢症候群的病人有代谢的异常，因此伫个生活甲饮食嘛真重要，尽量避免烧烤甲甜的物件。平衡的饮食加适当的运动，嘛用来改善代谢的无正常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